今日帶大家睇一個兩氏大廈北京道商住單位，咁大部分都係做商業㗎啦。呢度後門好整齊，單邊位，呢個去到門嘅，但係都拆咗啦。可能以前安保嘅問題啦。咁呢度一個單位隔離嘅，呢個就自己獨立單位。入到嚟有一個廚房，長條形嘅廚房。仲有一個以前係廁所嚟嘅，第一層出做雜物房，跟住就係嗰個浴室啦，煤氣、浴缸、坐廁，跟住第一間房、第二間房，三邊有一排大窗，望返北京道，分體冷氣。好啦，睇下個廳啦。個廳窗口機望返北京道，同埋落道，一條長條形，好深好闊。個廳有成400尺，都係所有房間都係用分體機嘅，除咗廳之外。